英国外交大臣瓜威利这个月30日访问中国，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会面，希望会当定期对话，避免误解，改善两国关系。不过，伫咧这个时阵呢，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公布报告，要求英国政府要爱对抗中国威胁，而且爱维护台湾主权，而且是头一届称呼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咱的外交部也感谢英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李朝阿秋，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39访中国，先甲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伫北京会面。科维利原定7月底要访问中国，可是拄到前外长进讲消息的事件，所以行程延后。这也是在2018年了后5年来，搁再有英国外交大臣访问北京，希望改善已经到真节点的中英关系。进一步推动中英两国双边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It is important that countries like ours meet and speak face to face on regular occasions to enhance understanding,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就伫科维利出发进前，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公布报告，要求英国政府对抗中国威胁，甲维护台湾的主权。其中，更加头一摆讲，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国名是中华民国。台湾拥有具有国家的地位，所有的资格，只是欠缺更加广泛的国际承认。由科维利访中，和保守党人士批评是对中国示弱。国委会主席就讲，科维利应该公开支持台湾，甲讨论有关的问题。We are clear-eyed about the areas where we have fundamental disagreements with China, and I raise those issues when we meet. 外交部诚挚欢迎英国国会关注印太区域情势以及与日俱增的中国威胁，并感谢对台湾地位及国际参与的支持。另外，这时阵，共军也是一直侵略台湾。国防部30公布，今日中共派出32架次军机、5架次军舰，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12架次军机甲无人机超越海峡中线甲伊延伸线，进入西南空域。国军运用任务机、军舰甲华丽飞弹系统，严密监控甲处理。记者综合报道。